咁餃子咧，好多客人都問我究竟用幾多時間？咁其實本身咧，我俾客人嗰個標籤咧都講咗大概咩時間㗎啦。咁通常咧，我就建議客人唔好解凍，直接擺落氣炸鍋度，先調校去160度。先6至8分鐘。咁之後咧就噴少少油，再高溫，大概190至200度，睇爐溫，因為有啲爐咧比較容易令到佢焦黑嘅咧，就較190度。如果相對咧細啲嘅爐咧，佢冇咁容易令到佢脆口咧，就較到200度，再嚟多8分鐘左右。咁基本上隻餃咧已經好香脆㗎啦。時間關係，之前嗰餐已經整好啦，脆卜卜。我哋準備食啦，第二餐我哋就準備都放埋落去啦。咁一陣間會介紹下我哋啲餃子。